世界查甫艺人用奥博得病的人数是愈来愈多，来看到这是 Energy 甲 Lollipop 棒棒糖分别拢有两个人闪撇做兵。其中 Energy 的坤达过去的形象真好啊，但是去用涨到伊开20-30万块啊，去假做高血压免做兵。伊今仔日透早对加拿大转来台湾一落飞机就去用靠手铐带走。坤达的手头还到5-6件广告合约啊，恐惊因为形象破灭啊，爱互业者赔偿咯。我有不服输的血统，只要我敢冲，天生反骨放手一搏。伫咧台顶唱歌跳舞 ，Energy 搁一摆合体，互真侪观众真感动。毋过煞标出闪兵案，形象总歹去。我的运气快冲到底 ，Let's all in，Let's all in，Let's all in。今日透早等来台湾随口了的新闻昆达，过去因为形象真好，节目一场刷一场接，如今个人大间的大个品牌恐惊家己切挂，甚至因为昆达违约会向伊求偿真侪钱。数月过一天，今仔日嘛伫咧社群铺文，伊讲因为未晓上做歹示范，无尽国民义务，对大众感觉真歹势，嘛真后悔含自责。未来会全力配合调查，承担全部责任。最近新店一卖 Energy 当结束高雄场的演唱会，后续还有南北二路音乐节，嘛预计伫咧明年去小巨蛋。不过演出恐惊受到影响，还有朋友点名台湾真有名的三个查甫团体，伫咧 Energy 内底5个人都有2个人闪做兵。同款回归无偌久，当摕到金钟奖的棒棒糖嘛有2个人闪做兵。啊那5566嘛去摕来比较，不过因专员都有乖做兵。一开始听到我们是很震惊的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。那最后就是蛮遗憾的。之前录的节目其实就是为了节目而聚在一起，给大家一个回忆而已。那我们其实后面其实也都没有任何的计划。这要重新伫咧演艺事业走跳，所因为闪做兵形象受到打击，未来发展之路嘛恐惊受到限制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